2分鐘了解順勢療法點樣幫寵物診症。你係咪都想幫寵物試下用順勢療法，但係又唔知道成個診症過程係點？今日就等我講下，治療師係會喺診症過程當中了解寵物嘅一啲咩嘢資料。第一，基本嘅資料，例如係品種、年齡、性別、過去嘅病歷同埋用藥記錄。第二，主訴嘅問題，今次最困擾嘅症狀係啲咩呢？係幾時開始嘅呢？因為急性嘅症狀同埋慢性嘅問題喺判斷用療劑嘅時候都非常之大嘅分別。第三，激發原因，例如最近天氣有冇轉變令到佢轉差，飲食上嘅變動、活動空間或者環境同伴有冇變過？有時候天氣嘅轉變啦，或者主人離開咗屋企一段時間，都可能係激發嘅原因嚟嘅。第四，身體各個部位嘅觀察，例如眼耳口鼻嘅分泌啦、皮毛嘅一啲變化、佢哋嘅動作姿勢、體溫、呼吸嘅密度，呢啲都係需要主人透過觀察再話俾治療師聽。第五，情緒行為，有冇出現焦慮、坐立不安、避開人、收埋自己？治療師會鼓勵主人多啲影片，因為有時候我哋都唔知道佢其實處於一個咩嘅情緒狀態，但係透過影片，治療師可以更加多資料去了解寵物嘅情況。第六，加重減輕嘅因素，例如寵物佢會傾向瞓喺邊個位置，當唔舒服嘅時候佢會用咩姿勢去令到佢舒服啲，例如佢中意按壓啊，定係佢唔中意你掂佢呢？如果佢有皮膚痕嘅情況，留意下全日乜嘢時間佢會拗得最多。如果佢有喘嘅情況，就睇下佢喺咩環境會有喘嘅問題多啲。第七，健康嘅4大指標，包括胃口、有冇活動、大小便，呢4個指標係我嚟判斷寵物佢嘅情況有幾緊急。最後第8個就係如果你有任何傳血嘅報告或者超聲波、傷口嘅影片等等，都一併提供俾治療師。有晒以上8種範疇嘅資料，治療師就可以更快、更準確咁樣幫你開出合適嘅療劑。如果你想用天然嘅方法改善寵物嘅健康，可以將寵物嘅情況 DM我會盡快幫你分析，同你講解點樣用順勢療法幫助你嘅毛孩活得更健康。